自2026年6月1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遵守上主的命令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利未记上卷第9章第1节到第9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利未记上卷第9章。所罗门完成上主的圣殿、王宫，甲伊所爱起的建筑了后，上主第二遍对所罗门显现，亲像以前伫基遍对伊显现共款。上主对伊讲：“你伫我的面前祈祷恳求的，我拢有听到。我已经将你所起即间殿分别做成，做永远敬拜我的所在。我的目睭、我的心嘛要不时伫遐。你若亲像你的老爸大卫，伫我的面前心纯全，所行所做正直，遵趁我的命令，接受我的规例甲命令，我就要坚固你伫以色列国的国位到永远。亲像我有应允你的老爸大卫讲，你的后代会坐以色列的王位永无断。恁甲恁的子孙若越走离开我，无接受我颁布予恁的诫命甲规例，去服侍敬拜别个神明，我就要将以色列人对我赏赐因的地，甲因消灭，嘛要去杀即间分别做成用来敬拜我的殿，互以色列人伫万国中做笑谈，受人讥笑。即间圣殿现在虽然东方，到迄时经过的人会着惊讥笑讲：上主哪会安尼对待即个地甲即间殿？有人会应讲，是因为因弃杀带因的列祖出来及地的上主，因的上帝，去信奉别个神明，敬拜服侍因，所以上主互遮个一切的灾祸临到因。遵守上主的命令。伫所罗门执政期间，上主的话3遍临到王室。第一遍是伫利未记上卷第3章，所罗门就任的初期，上主应允伊的祈祷，予伊会当公正治理人民。第二遍是第9章的这段经文叙述，引人注目的是圣殿即将得要完工，以色列国内弥漫美好年代即将展开的氛围。这时，上主向所罗门显现，用话语如是伊若亲像伊老爸大卫共款，专心侍奉和遵守诫命，王国就会互大卫的子孙世代治理。假使所罗门甲伊的后代心怀不轨，圣殿将沦为废墟。事实证明，人的确真容易受外在吸引，转而拜偶像。宗教改革家加尔文捌讲到，人的内心就亲像一座工厂，专门搁不断地制造偶像。上主第3遍也是最后一遍向所罗门讲话，是伫十一章，伊亲自宣告所罗门离去伊的下场。上主信守家己的承诺，问题是所罗门藐视上主的话语。上主要求的是诚实和公义。假使所罗门遵守伊的命令，那安尼王位就会当代代相传，国家富强。伫所罗门的所作所为中间，通感受到强烈的剥夺感。王宫铺张浪费、奢华宴舍甲享受，对比人民的税负沉重，搁亲像廉价劳工。
伫所罗门的统治下面，经济蓬勃发展的原因是压榨散车人，也就是讲，帝国强盛来自剥削阶层的人民。这证明所罗门并未完全遵照上主的命令，伊只想要爱更较大的权力，因为安尼才会当称霸。所罗门享受权力带来的好处以后，已经袂记得立约的传统，袂记得以色列王朝的根基在伫尊严甲实践上主的诫命。延续顶一章的经文，叙述本身充满讽刺意味。所罗门宣称家己有遵照上主的诺言，专心侍奉上主，遵守律法，但是其实并无完全照安尼地遵守。这提醒今仔日的教会，有时就算无定根伫上主的话语，哪像犹原通成功甲发展。毋过，这才是更较需要谨慎面对的。当教会轻易用各种信仰的话来包装，危险的是，伫快速兴起的过程中，有一寡不义甲邪恶竟然受接受和暗藏。好比所罗门讲甲有一日捌，讲甲真激动，实际上却是有喙无心。这提醒咱，无需要用伤济的言语和行为来证明家己偌尼敬虔甲属灵，也无需要强调家己完成倒一寡代志，因为遐个拢可能诚做互咱分心的偶像，互咱注意世俗的成就，而非注神仰望上主。假使咱专心仰望上主，就无应该家己一直讲话，是着互上主讲话。默想伫信仰上，我是毋是常常开口讲大声话，记牢家己所做每一件代志，为着要甲上主讨功劳。伫生活中，是毋是捌用信仰语言对人情绪律例？伫信仰上，我是毋是常常开口讲大声话，记牢家己所做的每一件代志，为着要甲上主讨功劳？伫生活中，是毋是捌用信仰语言对人情绪律例？咱来祈祷，全能的上主，求你使用我的喙来传讲福音，毋是夸耀家己。伫这以前，求你保守我专心仰望你，点着我心中疼的火种，互我的心因为你火热，也烧尽我内在的傲慢甲不义，互我的性命全然为着你来活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